袅袅的炊烟从草原深处的蒙古包里冉冉升起。阿妈卓玛和他的家人们欢聚一堂，他们的欢声笑语在跳跃的火苗里流转，老人们亲切的祝福从转动的金桶中流出，烽火带鼓起的风，吹出红红火火的日子，捻线垂拉长的羊毛，织就华美秀丽的服饰，一香一柜，充满了蒙古民族几百年来的传承与发展。一草一木，展示着河曲草原的丰饶与富足。